不要再跑了，妹妹！不追，我就不跑了。妹妹，别跑了，别跑了！你们别追了！妹妹，别跑了，小心啊！妹妹，哎，别跑了！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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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哥，快跑啊！妹妹，哎，妹妹，妹妹，苏冉冉，你这个猪！让开！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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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妹妹。杜姑娘，你究竟把我妹妹藏到哪儿去了？啊，我还说好不容易安静一会儿，以为你们知难而退走人了呢，还在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不把我妹妹给交出来，我们就不走。好啊，既然苏家几位公子想在我太乙山多待几日，那我也不能怠慢了各位。你们几个去，把中午喂牲口剩下的干粮拿来，给几位公子当晚膳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杜姑娘不必客气，我们三人今天冒昧打扰，已然过意不去，我们这就准备下山回家。告辞。慢走不送。哎呀，我这算了。是。二师兄，自从上次你把我从一仙谷接回来，已经3年了，你不下山，也不让冉冉上山。冉冉好想你哦。好了，小毛，带我回后山茅屋找师姐他们去吧。走。琳琅，你一不逃走，可真是省了我不少事儿。用护法还是那么厉害，可是我是奉代公主之命来太乙山寻找月亮花种，青天姐姐那么信任我，我可不能辜负她对我的期望。日轩，你这么阻挠我执行青天姐姐的命令，她会伤心的。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听叶青天的话？青天姐姐代替公主掌管月灵宫，整日忙碌。可这些都比不过你对她的忽视。她这么爱你，可你却只爱那个月影。月影这个名字，是你能叫的吗？我们应该往哪边走来着？小毛，你说说。哎，我记得师姐好像说过会经过竹林来着。还好我想起来了。走喽，小毛。哎，苏冉冉这个猪又迷路，叫他在山下等，山下等。哎，小二，你也来找冉冉？这个笨蛋一向不认路。月灵宫有人闯入。什么？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天黑之前找不到小师妹，你们就别想见到明天的太阳。哼！眼看天就要黑了，怎么办啊？看来情况有变，快走！小毛，我们应该是往前面走，还是往下面走啊？应该是往下面走。走，小毛。
小毛，快走啊！再不走我们就下不了山了。这头蠢驴，今天怎么比二师兄的踏尘跑得还快啊？真是拿你没办法。你根本就从来没有在意过叶青天，这次却忠心耿耿地执行他的命令。你以为我看不透你吗？你以为叶青天看不透你吗？月亮花种由太乙派绝情剑萧沐尘所守护，凭你拿得到？或者你的本意根本就不是月亮花种？你默默地守在睡在树林里的姑娘身边，青年姐姐要是知道了，得有多伤心啊！住手！日轩哥哥，你的月影中了我的魔音，可不认得你了哟。二师兄，等一下，琳琅交给我，你来照顾他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这里危险，带他回京。
月影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怎么了，妹妹？你做噩梦了？可怕的梦。没事，啊，有哥哥们在呢。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妹妹，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记得我在竹林里遇到了2个奇怪的人，他们互相大打出手。啊？那你受伤没有啊？好像没有。除了这些，你还记得什么？我记得他们2个，一个自称是左护法琳琅，另一个自称右护法日雪。为什么？我说你们1个2个是要死吗？妹妹都被吓成这样了，还问？妹妹，想不起来呢，咱们就不想了啊。他在哪儿？已经回京城了。我昏睡了多久2天2夜。你的毒已经解了。3年了，月亮花种已经快成熟了，你也算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，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9瓣灵芝的下落。这3年，你把它照顾得很好，接下来就该由我来保护它了。你会害了他。我绝对不会放弃。你走吧。在月亮花种成熟之前，我一定会想到解决的办法，不会让它受半点伤害。3年没见了。是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你们岳灵公入侵太乙山，你会放任小师妹的安危于不顾吗？没想到你这么了解我。 3年了，我还以为你放弃了。我的命都是他的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绝对不会放弃。你知道，他要成亲了，对方是将军之子。我知道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说过了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绝对不会放弃，他也绝对不会嫁给别人。太好了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你为什么和他们不一样？你们注定会在一起，什么金针入脑，什么失忆，统统解决了就行了。来，赶紧去找他吧。告辞。 妹妹，来吃一口，啊？不吃。那你想吃什么？跟哥说，哥带你去。没有。妹妹，你是不是还在怪哥哥们把你从太乙山接回来呀？
魔教入侵太乙山，现在那里很不安全，我们不可能把你留在那儿啊。魔教的人来了，有二师兄和师姐保护我啊。就是你二师兄，让我把你带回来的。妹妹，你多久没回家了？3年了。从小你身子就弱，当年爹爹和娘亲把你送到太乙山去疗养，可逢年过节你还是会回家的。但自从3年前爹娘从太乙山回来之后，就禁止我们再入山了。这3年你就不想哥哥们吗？想，可是我不想成亲。我们也不想让你成亲啊，可是这么久没见你了，你跟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家是一定要回的。现如今魔教为祸四方，太乙山很不安全，只有回家，天天看到你，我们才能放心。成亲的事儿，咱们从长计议，啊？对，从长计议啊！妹妹，吃一个吧。哼。哎，娘亲。娘亲。娘亲，因为太过思念你，积郁成疾，病倒了。娘亲怎么会病了？七哥，你快带我回家，我要去看娘亲。好妹妹，娘的病有咱二哥在，不用担心啊。只要你肯回家，娘的病肯定就好了。嗯，那我们快回家。嗯，好。走。好，走。夫人，你先说。那我先说。哎，今天老秦来，又是来催婚的。那还能有什么事儿？自盛前结亲之日开始，他就3天2头的往这儿跑，冉冉这，冉冉那的。冉冉回来没？冉冉爱吃什么？他还跟我说，他们就秦朗这么一个儿子，冉冉嫁过去要把他当女儿疼。我呸！这还说以后再也不用听我炫耀女儿了。哼，这个老家伙，气死我了！老秦在大殿之上帮你解了那么大的围，要不是他，冉冉就会被皇兄派到边疆去和亲。那还不是那个周丞相给我下的套啊！冉冉是皇兄的亲外甥女，他肯定不愿意冉冉嫁那么远。关于边疆问题，主战派的周丞相和主和派的你斗了那么久，皇兄在中间也是左右为难啊。要是让冉冉嫁那么远，我就咬死那个周伯承。所以老秦也算是在危难时刻救了冉冉，说咱们两家早就缔结了婚约，皇兄这才找着台阶顺水推舟。而且听闻他家二公子秦朗家教甚好，懂事有担当有礼貌，应该是个不错的孩子。你是以为我就愿意这么让冉冉随便嫁了吗？冉冉从出生就身中剧毒，咱们是多么艰难才捡回了她一条命，后来再次发作，被迫送到太乙山医仙谷去。3年前又发生那些事情，因为素女的一句话，让我3年见不着女儿。哎呀，这冉冉的毒也是一言难尽嘛，是吧？当时让她留在太乙山，也是为了她的安危着想。哎，老吴已经捎回信来了，不出3日，他们就要回到京城了。现在岳灵教入侵太乙山，这是他们回来的最好时机。江湖纷争，当年的我是受够了。现在如果让冉冉遭受同样的痛苦，我真的是比死了还难受。哎呦，好了啊，都过去了。都没过去。现在时局动荡，我只想让冉冉嫁人生子，平平安安、简简单单的过一辈子。我都这么久没见冉冉了，你就不能让我多跟她待一会儿吗？当初我父皇不也不愿意让我嫁人吗？
可你还不是把我保护得很好。或许秦家二公子应该是个不错的女婿人选。哼，跟我比，他可差远了。已经10几年没有月灵宫的人入侵我太乙山了，为何突然间？当年无赦师傅作画之前，曾给我太乙山幻化了一层结界，这么多年，结界一直保护着我们。可如今，我会保护太乙山的周全。对了，月亮花种怎么样了？还有6个月圆之夜。启禀大公主，左护法琳琅信鸽来报，说左护法前往太乙山，被绝情剑萧慕尘所伤，盗取月亮花种失败。左护法现在人呢？信中并未交代。这个琳琅，就根本没有把我叶青天放在眼里。启禀大公主，左护法在信中还提到一件事，快讲。右护法日轩也在太乙山。继续说。右护法在太乙山被一个叫月影的姑娘所伤，目前下落不明。下去吧。是。日轩，你果然还是去找他了。哇，七哥，你快看那个布料，多好看呀！你来看看吧，来看簪子。三哥，你看那个簪子，肯定适合表姐。来看一下啊。哎，刚通过的包子啊，客官来几个吧。五哥，啊，我好饿。停下车，我们分头行动，一会再日集合。停下。好。走，陪我到那边看看。嗯。来，姑娘看一下花线啊，看一看啊，花线，看看花线啊，各色花线。来看一下看一看吧，哎，这是昨天刚进的货，来了吧？哎，看一下了啊，多结实，怎么样？看看，哎，姑娘看看吧，看看。哎，这是男的戴的啊。哎，您试试这个。哎，这个不错。姑娘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你呢？啊，在下没事。哎，看一看，看一看。哎，姑娘买吗？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啊，抱歉。五哥。刚回京你就乱跑，不听话。走了。小师妹，二师兄，二师兄你在哪儿啊？二师兄，二师兄，
你怎么了？是我呀，我是冉冉。啊！怎么了，薇薇？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梦到什么了？不记得了。哎呀，想不起来，咱们就不想了啊！撤！我们到京城了。好久没有回来了。都3年没见到他了。是3年。等他吧。走。站住！倒回去，倒回去，倒回去！一会儿冉冉回来了，第一个叫的一定是我。我先回去看他了。娘亲，小姐，娘亲，姐儿，你娘生病了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哎呀，待会儿再说，忙着呢。你慢点儿。七公子，妹妹，阿爹，阿爹，等会儿再说，等会儿再说啊。不是，泽儿，你别跑啊你。三公子，泽儿，你表妹她不在这儿，她在花园呢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冉冉，老爷，爹爹找你来了。快带我去娘那屋！去那儿干嘛？也来不及解释了，快走！冉，你等等我，等等我！哎呀，冉，爹，冉，爹爹来了！今天冉冉他们也该回来了吧？回表小姐，刚才老爷已经带着公子们去门外接小姐了，是吗？冉冉8岁就去了太乙山，体内的毒一直未解，时好时坏。3年前又发生了那样的事情，她体内的毒一日不解，她的性命安危就得不到保障。我也是惶惶不能终日啊。那素敏师傅不是答应了我们，会给冉冉解毒的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自责。当初执意要生下她，是不是害了她？哦，不哭了哦。冉冉是咱们的宝贝女儿，她一定会幸幸福福、平平安安的嫁人生子，活得比咱们还长寿。哦，不哭哦。你说这么多年，我们俩苦苦守着这个秘密，连儿子们都不知道。你说冉冉的事情要是传了出去，就连皇兄都会惊动的。初阳，天大的事都由我顶着，我绝对不会让冉冉出半点差错。一直以来难为你了，不过既然这个秘密10几年都守住了，冉冉回来了，咱们就更不能让她露馅儿了。啊！恭迎少主归来。
冉冉他们呢？他们在娘的房间，我过来接你。嗯。出去几日，累吗？不累。给。这是妹妹特意给你挑的。啊，谢谢表哥。我说，你能不能温柔一点啊？老七，你要是个女人，我或许还可以考虑对你温柔一点，浪漫一点。走吧。简儿，简儿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冉冉呢？娘亲，一会儿再跟你说。行了，四哥，这儿没你什么事了，去找妹妹去吧。啊，娘亲，走，里面说。进去吧。臭小子，快走快走！哎呀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娘亲，先进屋，听我慢慢跟你解释。走，走啦。娘，来来来，来，先坐下再说啊。快坐。简儿，趁娘亲现在心情不错，快跟娘亲解释清楚怎么回事。哎呦，娘亲，怎么我走没几日，您的皮肤变得大不如前了啊？你看看，鱼尾纹都出来了。快把镜子给我拿过来。哼，有我在，还要什么镜子啊？看我不把您打扮得美美的。来，您先躺下。娘亲，我跟您说啊，这几日我在外面学了一种新的妆容，我看姑娘们都这么画。别动啊！哎，妹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心点，妹妹，摔着妹妹。登台阶啊！台阶，妹妹，慢点，妹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我等我们，冉冉，妹妹，哎呀，妹妹，冉冉，别跑了，妹妹，我的乖乖，我的宝贝儿。好了，好点了没？非常好。哎，娘亲，您不知道，妹妹现在越长大越没个姑娘样了，整天就大呼小叫的，我这个当哥哥的可没办法管。不过娘亲，您可得一定给她做个好榜样。吃不上你了，冉冉，冉冉，快过来，娘亲多久没有看到你了？娘，您别动，别动！啊，娘亲，都是冉冉不懂事，这么久都没有回来看你。娘亲怎么回事？回来就好。娘亲这……娘亲，您快躺下啊！娘亲，我跟素女师傅学了很多医术，我给你把脉。哎呀，臭阳，臭阳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不是哪不舒服呀？这可真是奇怪，娘亲的脉象平稳，毫无异常啊。就是什么呀？脸色这么差，这样。对啊。初儿，快，跟你家好好快！爹爹，我跟素女师傅学了很多医术，我也会的。我家冉冉真乖，这一路你舟车劳顿辛苦了，赶紧回去休息。这儿让你二哥看就行了啊。你们怎么回事啊？到底谁病了？娘亲，只要你的病一天不好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娘亲，都怪冉冉不好，这么久没回家，害得你病重。以后你说什么冉冉都听，你让我嫁人我就嫁人，只要你的病能好起来。
我什么都听你的。乖，娘亲。蟑螂！怎么会有蟑螂？出来！我把你弄掉！蟑螂！在哪儿啊？赶紧跑！撤！说，谁出的馊主意？爹娘，主意是我出的，跟三哥七弟没有关系。不，娘，我是哥哥，是我出的主意。哎呀，娘，其实是我出的主意。老实说。娘亲，你别生气了。冉冉在太乙山不听话，哥哥们是为了我好才这么说的，不是哥哥的错，是冉冉的错。哎呦，妹妹，还愣着干什么呢？你怎么这么懂事啊？来，亲一个。娘亲，既然您没病了，我能不能不嫁？冉冉，娘亲养育你这18年来，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，还让你受了那么多苦，所以这些年娘就希望你能嫁个好人家，也可以弥补你这些年受的苦啊。娘亲，秦家二公子为人忠厚，一表人才，相信他可以给你带来幸福的。可是娘亲，我想多陪陪爹爹，娘亲不想那么快嫁。冉冉，你要听话，这门亲事是皇上下的懿旨，怎敢违抗？你如果不答应这门婚事，就要嫁到边疆，你选哪个？我哪个都不选，我就选娘亲、爹爹、哥哥们还有表姐。好了，我的乖女儿，事已至此，恐怕也别无他法。娘亲，娘亲。别装了，我是你亲娘，你肚子里有什么小九九，我还不知道啊。娘，你昨天好凶哦。3年了，你走了3年，娘亲都想死你了。那我一回家，你就让我成亲。冉冉，你长大了。冉冉长得再大，也是娘亲的乖女儿啊。娘亲，我能不能不要成亲呀？娘都说了，你长大了，长大的女子哪有不成亲的道理？怎么不可以？素女师傅不就没有成亲吗？素女师傅不是世俗中人，咱不能跟她比。素女师傅不是，那我也可以不是啊。胡闹！少主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明日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我抬去苏府，我要上门提亲。禀告少主，苏府千金苏冉冉，听闻已经许给了护国将军的2公子了呀。我知道。表哥，你们从太乙山回来的路上，冉冉有什么不对劲儿吗？什么样的不对劲儿？身体上的。妹妹一向身子弱，这几年一直在太乙山调养，看起来好多了。
冉冉，你跟娘说，你身上的残毒还有没有复发？回答我。最近都没有。娘，您别担心，素女师傅说了，她会找到解毒的办法的。素女师傅原来给你的那些还魂丹还剩几颗？还有，最后一颗。冉冉，你这叫娘怎么不担心呢？哎呀，娘，要不你再把我送回一仙谷呗？这样一来，一我不用嫁人，二有素女师傅在，我的毒完全没有问题啊！恭喜戴公主！太乙派集结江湖众门派，亡我之心不死。我等势必要整戈待旦，重振岳灵宫。重振岳灵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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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，你经常说的，这里太大太冷了。以前我不信，可如今我终于也体会到了。报，属下办事不力，目前没有任何诱护法的线索。下去，继续查。是。他被他所伤，万一不行，我要亲自去找他。来人，在，准备行囊，我要出去一趟。是。妹妹，怎么了？妹妹，怎么哭了？五哥，哎，五哥，好妹妹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啊！我不想嫁人，我该怎么办？别着急，咱们会想到办法的啊！来，擦擦眼泪。五哥，自从我回家，每天都待在这儿，我好无聊哦。我想出去玩。哥哥等会儿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，好吗？别哭了啊，不哭了啊！啊，乖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短短几天，发生这么多事情，应接不暇呀。哎，三哥，你跟表姐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我和表妹没怎么样。哦，没什么，还给人家买玉簪？那是妹妹挑的。你不会就是这么跟表姐说的吧？是啊。哎，三哥呀，我真是服了你了。表姐能受得了你，也真是难为她。哎，不过刚才我还是看到表姐带着那枚簪子。
没想到京城还是这么美。啊，五哥真好，还特意带我们来玩。冉冉，这2天真是难为你了，一回来就要为嫁人的事情而烦恼。真是搞不明白呀。我之前在太乙山的时候，每天都偷懒不练功，也没有人说我，整天跟师姐啊、师兄他们玩，可开心了。可是，唯一让我烦恼的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二师兄突然就不愿意见我了。二师兄，就是你经常提到的萧慕辰。江湖人称绝情剑。就是他，他武功可厉害了。以前我在太乙山的时候，最喜欢和他练剑了。我听舅舅舅母说，萧慕辰对我们家有救命之恩。8岁那年，爹娘把我送去太乙山，是二师兄带着我去医仙谷，恳求素女师傅为我医治，并且寸步不离地照顾我，陪着我。冉冉，你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已经很久没有犯过了。不过3年前真的是挺严重的，因为当时有3个月的时间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不过还好，我现在有素女师傅给我的还魂丹，所以不用怕。3年前发生了什么？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？素女师傅说我昏迷了3个月，可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不过从那以后，我就经常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。你都梦到了什么？一醒来就忘了。不过我觉得都是噩梦。冉冉，你的病到底何药能医？素女师傅说了，只要有月亮花种和9瓣灵芝，就可以治好我的病。月亮花种，9瓣灵芝。那素女师傅不是答应了我们，会给冉冉解毒的？素女师傅和二师兄现在整天都在为找9瓣灵芝到处奔波。素女师傅、二师兄，冉冉，谢谢你们啦！妹妹，走。妹妹，怎么样？慢点，妹妹，醒醒，醒醒啊！妹妹，妹妹，我来。还没醒，醒了，妹妹，妹妹，怎么样？脉象正常。妹妹，冉冉，你没事吧？快回家找二哥。走。多亏公子出手相救，在此谢过。公子请尽快换下湿衣，保重身体。你们都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爹娘都已经……哎，慢点。妹妹怎么了？妹妹怎么了？表姐，冉冉落水了。落水？冉冉，爹娘，儿子无能，让妹妹受伤了。出什么事了？舅舅舅母，我和冉冉坐在船上聊天，结果冉冉没坐稳，掉进河里了，没拉住她，都是我的错。天儿和你没关系，无需自责。2个大男人在哪儿？
连自己的妹妹都保护不好。初儿，冉冉怎么样？掉进河里呛了水，没有什么大碍，只是有些发烧，受了一些风寒。从今天开始，谁也不许带她出去，你们给我轮流看着她，好好看着。是。我知道了，舅母。玉。二公子，哎呀，真的是二公子吗？是我，福伯，我回来了。好，回来就好，快进去吧。老爷，二少爷回来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秦朗回府，父亲安好。起来吧。3年在外，身体可还好？孩儿不孝，3年未归，让父亲担心了。你可知道，为父这次召你回京，所为何事？孩儿知道，孩儿这次回来，就是想劝父亲退了这门婚事。你说什么？哥哥血仇未报，魔教1天不铲除，孩儿就不能安心成亲。朝堂之上，当着文武百官，我与苏丞相在皇上面前定的这门亲事，这婚你非结不可。孩儿恳请父亲收回成命。这事儿没得商量。你连日赶路也累了，早点歇息。过2天就跟我去丞相府拜见丞相大人。哼！月影，月影，不许忘了我，不要忘了我。你是谁？不要。日轩。你这不孝子，3年不回家，一回来就想气死我呀！父亲，您听我说，我搜索边疆3年，已经追查到当年杀害哥哥的凶手，是魔教的右护法日轩。魔教教徒神出鬼没，杀人如麻，手段惨绝人寰，更甚者还能操纵人的心智。3年你都没能抓住凶手，光凭你一人，怎么能把魔教一网打尽？
孩儿恳请父亲再给我2年时间，我一定会手刃日宣。住口！不要再胡言乱语。为父不会再放你回边疆，让你终日陷入危险之中。父亲，来人呐，在，把他拖走。父亲，父亲。请问您这是？再不让我出门，我是娄家堡管家，求见苏丞相。我就真的大病您稍等不起了。好机会啊！七哥跟我说过，往集市走是左转还是右转来着？啊，左转。少主，大管家已前往宰相府。知道了，让大管家先和他们周旋周旋，我出去转转。是。这。这集市到底在哪儿啊？怎么越走越荒凉啊？我好吃的包子呢？哎，站住！啊？这位道长，这位道长，醒醒吧，睡在这里不安全。哎，你是谁呀？这位道长，你怎么睡在这儿啊？我是要，哎，我是要来干什么来着？不想了，不想了，还是让我睡会儿吧。啊，这位道长，别睡了，这荒郊野岭的，万一野兽出没怎么办啊？那这个给你，是我哥哥做的，可好吃了。你吃完有力气了，就赶紧上路吧。好，谢谢。不许再睡了。施主，有缘我们一定还会再见。慢走。公子，公子，哎，这位公子，请等一下。姑娘，不知喊住在下，所谓何事？公子，请问京城怎么走啊？京城在我的后面呢。啊？哎呦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想去集市吃个包子，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？你笑什么呀？我没笑什么呀。如果姑娘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，那在下就告辞了。啊，那个，姑娘还有什么吩咐啊？那个，公子，请问你去往何处啊？我去往京城。啊，那公子，你能不能？
能不能，那个，公子，公子，能不能带我一程啊？不能。为什么？我的爱马呀，它腰不好，驮不了2个人。这什么蹩脚的借口啊！我能有多沉啊？可我又不认识你，万一你要是个骗子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我哪里像骗子了？再说了，你一个大男人，还怕我一个柔弱女子啊？而且，我好歹也算是个大家闺秀。大家闺秀子，大家闺秀就可以随便上男人的马吗？你好，这